我唔講，你一定唔知道澳門有一間超平嘅藥房，佢有啲嘢甚至仲平過超市添啊！咁啱我近排比較窮，去睇有咩平嘢先。架卡哇，平時呢度衛視賣200蚊嘅，呢度賣170蚊咋，防曬18個半。你仲可以喺呢度買到好多屋企用嘅嘢啦，例如紙巾啊、沐浴露啊、洗頭水啊，咩都有。好似呢啲洗頭水咧，買2送1啊，超抵！我平時最中意過嚟呢度買紙巾，25個半就有10大包，仲係午餐嘅紙巾，有5層，平均一包先2個半啫。喺澳門嘅藥房咧，一定要細心睇，慢慢揾下揾下，掘下掘下，咁就好似尋寶咁樣。平時送俾長輩呢啲強固力，2罐送俾阿爸，2罐送俾阿媽，仲俾多你個快充，送俾你叉電。近期有咩筍嘢？呢期最筍就係呢個天毛嘅冰糖燕窩啦，買一盒係190蚊4號嘅，買2盒仲抵啲299。比較燕窩含量非常之高啦，基本上係睇唔到水嘅，即係塞到滿晒。係啊，塞到滿晒㗎啦，真係好抵喎！呢間嘢咧就喺關閘附近過咗天橋嘅信達廣場，叫康健藥房，有興趣可以過嚟睇一睇。